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南投国姓乡。这几年国姓咖啡颇负盛名，打着来自台湾在地咖啡的好味道，从921地震开始说起。苏大哥，我今天来到这里旅行啊，我知道这里盛产咖啡。客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国姓这里种咖啡的？自从921以后，整个国姓乡的经济是大滑落了哈，整个农民一直要转型，说将过去的槟榔把它抛下啊，那时候就一个契机啊，将咖啡又推上国际了。国姓乡原本并非咖啡产区，早年来自六堆等地区的客家移民在此大多种植槟榔。震后地貌改变，政府扶植农民转型，改种咖啡，保育水土。咖啡的高经济价值成了当地的黑金产业。几十年来所碰到的问题非常多，我就组成一个咖啡班，请农会公所来辅导，请农会专家来跟我们上课。经过17年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我们这边整个采收都用人力的，我这边有10个工人啊，你那边有5个工人，排时间来共同使用。这样来解决人工的不足。哇，那就很像早期客庄生活会换工，就是互相帮忙。产销班以换工的方式轮班采收咖啡，孕育出客庄咖啡的人情味。成本高，也将客庄咖啡逐渐走向精品咖啡，更荣获美国精品咖啡协会评选为亚洲第2名。客庄咖啡成功行销到国际。烘焙是一直都是咖啡很重要一块的工作，然后把这个烘焙的工作交给我们的顾客，让他感觉说，咖啡的香味是一层一层的，就是散发出来的。对，也知道说，我们这里咖啡的品质，所以这个可以给顾客也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说，品质是可以这样的测试出来的。国姓乡属于中海拔，日夜温差高达10度以上，咖啡豆质地较硬，口感特别好。10几年的默默耕耘，国姓乡已要成为国内单一乡镇最有规模的咖啡产地，种植的面积高达上百公顷，客庄咖啡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